你兩個都係精明。大家全部做嘅一樣嘅啫，聽咗唔同咗。OK， 好，精明。好啦，呢個時候啦，不如咁樣咧，有請咧一班嘅幕後嘅功臣啦，兼且咧就係一啲嘉賓咧嚟一齊上台咧一齊答題嘅。好。咁啊，包括有星山903事務經理嘅嘉嘉小姐啦。哇！多謝啊！另外有地鐵商場高山推廣經理。哇！今次咧新嘅主題歌劇團嘅幕後班底啦，當然先啦，導演啊，寶寶。導演編劇寶寶。哇！舞蹈啊，有聯絡。舞蹈咗間係啦，冇錯。哇！化妝方面咧，Perfect Stage 嘅 Rita，仲有大會發影 Glitter Culture 嘅 Cyrus。阿堂哥嚟啊，服裝設計，堂哥有嚟啊，堂哥。同埋舞台設計咗嘅呢方面都係新嘅主題歌劇團啦，今晚簽滿 Viva 嘅幕後功臣啊！好啦，請大家影一張就係照記錄低喺新嘅主題歌劇團啦，今晚簽滿 Viva 賣飛前嘅一日，各位台前幕後嘅工作人員演員嚟㗎，照嘅，記住係聽日定時電腦售票網公開發售。真係差唔多流汗啦，大家。係呢個信息我都要講20次啊，冇介意啊。聽日咁啊，簽滿呢個將會咧係首度公開賣飛嘅。係6年嚟首度公開賣飛。係啊。我先講一講俾大家聽，聽日喺12點鐘之前應該所有門券會冇㗎啦。如果即係我啲紙嗰度報到嘅。係啊，如果喺12點前咧，你仲趕得到。如果唔係，我睇怕你要等下次我哋 rerun。如果10點賣完咧，如果10點賣完就打電話嚟我節目啦 ，OK？冇啊，呢個節目冇啊，我哋會 rerun 啊，導演啊。咩嚟我節目冇啊？好嘅話，我哋一定 rerun。啊 rerun 啊！哇！咩叫 rerun 啊？咩叫 rerun 啊？重演啊！重演啊！12點前賣晒，即刻重演。係啊，咁啊，聽日大家記住留意咧，就係地鐵電腦售票網公開發售呢個新嘅主題歌劇團今年嘅主導大嘅嘢。有啲班識撈。明白。咁你手頭上咧見到好多朋友咧，每人都手咗你嘅名單咧，就將會咧呢個傳單會派俾現場嘅觀眾睇下，當個資料同埋可以接住珍藏咁靚嘅呢一張傳單嘅。呢張傳單咧係限量㗎，希望大家攞咗翻去就好好保存佢啊！全香港唔係好多地方會有嘅，希望大家攞得到啦嚇。多謝晒各位議員而家有落力演出啊！咁亦都呢度非常之明謝咧，就係德福廣場提供今日嘅活動場地嘅。好啦，咁啊，而家準備咯，大家接招咯。今日主題歌劇團有一班嘅台前幕後朋友會行去你面前。好。哇！好啦，呢個你可以攞得到啦嚇。知你呢個幕前真係熱潮啊！多謝晒咁多位今日嚟到德福廣場嘅朋友。跟住嚟聽，聽日開始6年以嚟首度公開售票，啦今晚簽個呢埋新美主題歌劇團，票價係280同埋180嘅。聽日10點鐘開始，城市電腦售票網公開發售。你買飛都攞傳單喎，如果唔係攞嚟冇用喎。